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14，旧历的9月16，礼拜一。大家安尼长时间飞手机也是正常目睭哦。高雄市一个16岁的少女，学校现在期间，大家飞手机超过10点钟，结果开学上下课的半路，不时都咧闯青灯，搁差一点来出车祸。原来是因为长时间飞手机手机的蓝光引发到后天性的失望，才会甲青灯当作是黄灯来闯青灯。讲这嘛是全世界的头一例。这时耍手机到暗时，电火一个关，继续耍。高雄这个16岁学生囡仔，休学期间一天耍手机超过10点钟，结果明明是绿灯，然后我却觉得它是黄灯，然后就想要赶快过去，然后很多次就差点就是发生车祸。青灯变成黄灯，红灯看做青灯，找眼科医生一个检查，发现讲，因为耍手机耍到变色盲啊。蓝光长时间的暴露，造成锥细胞还有杆细胞的受伤，判别颜色的功能产生的问题。长时间耍手机造成红青色色盲合并暗适应减退，加在是色盲初期尔。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叶黄素。我们蓝光破坏了我们身体的细胞之后，咖喱它可以有效的清除。清除完之后，还要靠一些，比方说人参，它可以让清除掉之后，这些细胞可以增生。透过医疗甲食疗，这个囡仔视力恢复正常。眼科医师建议讲，一天耍手机唔通超过5点钟，每半点钟就要休困10分钟。伫黑暗中用手机会加重蓝光的破坏力，千万唔通关电火耍手机以免互彩色的人生变黑白。